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入世，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二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哉！上超祖，下应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戒，第7戒勿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功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巧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内下欲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翼，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至理坤乾，万八在气
艺术并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荒及坤乾老母娘的心生。三道即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千亿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纳十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颇弘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吊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蟠木。武帝内传7月7日，
西王母象一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7颗，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阳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辟地10800年，地完全至为会数尽，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清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寅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
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2 意图象棋，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齐备。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